從零開始學針灸取穴技巧篇部分解剖知識和少量特殊穴位取穴法。今集嘅內容比較簡短，因為影片嘅內容係零基礎學習針灸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記住最基礎嘅解剖知識。由手部開始，手掌掌心向上嘅時候，內側係尺骨，外側係橈骨。上背部方面，最長嘅頸椎棘突係第7節。肩胛上角對應住第2節嘅胸椎，肩胛下角對應住第7節嘅胸椎。而下背部方面，肚臍正後方平對住第2節嘅腰椎，而下脊最高點平對住第4節嘅腰椎。下肢方面，小腿外側嘅係腓骨，而內側嘅係脛骨。以上就可以認為學識針灸最基本要掌握嘅解剖知識。有部分嘅穴位有特殊取穴嘅方法，係因為穴位被關節遮蓋，例如聽風穴，微張口嘅時候令下頰小頭前移，避開血管，直刺或者稍向下方斜刺0.5至1.5寸。養腦穴，穴隱在骨縫之中，取穴時需轉手方得。獨臂穴，屈膝時髕骨與髕韌帶外側凹合唔處。部分穴位有特殊嘅針刺方法，係因為穴位下方有血管或者重要嘅器官。列缺穴，向踭或者腕方向斜刺或橫刺0.3或者0.5寸。晴明穴，仰臥閉目，一手護住眼球，輕輕推向外下方，一手將平直細針喺眼球同框壁之間輕緩刺入0.5到1.5寸。過程不可輾轉。人形穴在頸動脈搏動處旁邊。當然危險嘅穴位都有佢嘅用途，好似手持利器一樣，最重要係操作者知道穴位嘅危險性。我希望以後講述遠端取穴可以令到人用其他嘅方法代替危險嘅穴位。